大家好，歡迎收睇娛樂快訊。首先同大家講一個好消息，頻道會員已經推出咗，大家每個月做會員就可以獲得會員福利，快人一步獲得最新嘅娛樂快訊。哇哇哇！7月17號夜晚嘅屯門真係星光熠熠，成個商場都俾粉絲嘅尖叫聲掀翻屋頂啊！講緊嘅就係大隻咗又 fit 咗嘅張雨晨，帶住佢嘅全新單曲《迷戀有害》殺入屯門搞發佈會。聽講佢為咗今次見大家，晚晚喺屋企狂操機添呀。不過除咗派福利冧粉絲，張雨晨仲喺現場首創 MV 場景盲盒展覽，玩法真係超級有噱頭，分分鐘可以同偶像單獨撐台腳。另一邊廂，講起唱歌，就不得不提最近全城熱話嘅《中年好聲音4》，張雨晨嘅同鄉兼老友游淑晴，因為一首痛愛唔肯批，灑狗血，淨係識飆高音。面對排山倒海嘅負評，張雨晨7月17號晚終於忍唔住開腔，爆屍撐好友，仲大爆當年自己參加選秀嘅辛酸史，呼籲網民高抬貴手。究竟大炮型歌手係咪真係得罪觀眾？盲盒展覽又有咩隱藏驚喜？我哋娛樂快訊同大家逐一拆解。張雨晨嘅《迷戀有害》新歌發佈會，現場足足吸引咗超過300名死忠粉絲到場應援。場面墟冚到，連路過嘅街坊都以為有國際巨星出巡呀。張雨晨7月17號晚心情明顯靚到爆，一上台就瘋狂派心心放飛吻，真係將現場粉絲氹到暈陀陀，尖叫聲拆天。佢仲非常之咁有誠意，即場為大家首度獻唱呢首即將喺今個月20號晚正式面世嘅新歌《迷戀有害》。聽講現場 live 嘅感染力超強，好多粉絲都聽到如痴如醉。不過最令現場粉絲驚喜嘅係，張雨晨成個人真係瘦咗成個圈，輪廓出晒嚟，真係靚仔咗好多。佢受訪嗰陣就自爆，原來之前放縱飲食，肥咗少少，為咗今次新歌發佈期可以用最佳狀態見大家，佢真係下咗一番苦功。佢話：我每晚臨瞓前都會做50至100次 sit up。哇！大家聽下50至100次 sit up，真係少啲毅力都唔得。做藝人真係唔容易。為咗喺鏡頭前面好睇一啲，背後流咗幾多汗水，我哋真係睇唔到。喺度真係要俾個 like 佢嘅敬業樂業精神。立即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講完減肥血淚史，張雨晨當晚仲送咗一份超級大禮俾粉絲。佢宣布，除咗新歌喺20號出街之外，今個月25號仲會特設一個期間限定嘅迷戀有害展覽。地點雖然仲賣緊關子，細節仍然有待公布，但係內容就已經足夠令粉絲瘋狂。點解會搞呢個展覽呢？張雨晨話：因為今次新歌 MV 入面嘅場景實在係太靚太有 feel 啦，特別係 MV 入面愛上女主角嗰一幕，有一張極具標誌性嘅靚台。佢本身又好中意睇展覽，於是就膽粗粗向導演同公司提議。不如我哋將個場景保留落嚟，變成一個展覽俾大家打卡啦。估唔到公司又真係應承。如果你以為淨係影張相咁簡單，咁你就大錯特錯啦。張雨晨今次完美結合咗時下最流行嘅盲盒文化。展覽現場除咗有免費打卡位，仲會推出150個盲盒遊戲。重點嚟啦，呢150個盲盒入面有30個係隱藏版盲盒，抽中嘅30位幸運兒就可以喺今個月26號，即係展覽嘅第2日，參與一個超級專屬嘅特別活動。張雨晨仲好興奮咁同粉絲解釋，到時我會唱歌俾你聽，你仲可以同我喺一張好靚嘅台合照，逐一為你哋拍攝專屬劇照。哇！即係150分之30嘅機會，1/5嘅中獎率，可以同偶像喺 MV 真實場景重溫心動時刻，仲可以聽專屬 live。呢招盲盒見面會真係行內少見。張雨晨呢個寵粉狂魔稱號真係當之無愧。各位粉絲準備好你哋嘅運氣去抽盲盒未啊？好啦，講完開心嘅粉絲福利，我哋傾下一啲嚴肅少少、充滿爭議性嘅娛樂圈話題。有睇開電視嘅朋友都知，最近無線嘅王牌歌唱比賽《中年好聲音4》熱播當中，話題度爆燈。其中一位來自馬來西亞嘅參賽者，亦即係張雨晨嘅同鄉兼好友游淑晴，早前向天后容祖兒嘅經典金曲《痛愛》，雖然評判俾嘅分數唔低，但係出街之後竟然惹嚟網民排山倒海嘅負評，
網民嘅留言真係一針見血，甚至可以話係幾難聽。有人話佢嘅演繹方法極度撕裂，批評佢係灑狗血式唱法；有人話佢只顧住飆高音，成個表演太過計算，缺乏真感情。甚至有網民對佢進行人身攻擊，話佢外形輸蝕，缺乏觀眾緣。其實早前喺比賽入面，張雨晨都有份為游淑晴助力合唱。對於老友被網民圍攻，雨晨喺發佈會被記者問到呢件事，佢即刻收起笑容，面露心痛，決定企出嚟為對方抱不平。雨晨話：觀眾要對參賽者手下留情，因為佢哋係為追夢，一定會有人中意同有人唔中意，最緊要做到自己中意嘅事。張雨晨嘅回應其實真係道出咗好多選手歌手嘅心酸。佢話：我個人認為參賽者都係為追求夢想。我當年參賽亦都曾經受過攻擊，所以我同游淑晴講，叫佢做自己，別理外界聲音。大家要知道，張雨晨自己都係過來人，經歷過無數比賽同網上嘅冷言冷語，所以佢特別明白嗰種企喺台上將自己完全剝開俾人評頭品足嘅壓力。至於網民最介意嘅灑狗血同飆高音問題，張雨晨就提供咗一個好專業嘅音樂人角度去解讀。佢力撐游淑晴，解釋話每個歌手都有不同表演方式，因為音樂從來都係主觀嘅。游淑晴屬於大炮型歌手，即係聲底厚、爆發力強，喺比賽短短幾分鐘入面，要最快捉住評判眼球，揀啲激烈啲，展現到唱功嘅歌，其實係好合理嘅比賽策略。佢強調，只要唱得好聽便可。我哋娛樂快訊睇返件事，其實大炮型歌手喺現代選秀節目入面，好多時都會陷入兩難。你唔飆高音，評判話你冇突破，平鋪直敘；你一飆高音，感情放盡，網民又話你灑狗血，太嘈。其實《痛愛》呢首歌本身個歌詞就係講緊一段極度拉扯、痛徹心扉嘅毒性關係。如果用輕描淡寫嘅方式去唱，又點帶得出嗰種痛呢？而且批評人外形輸蝕，缺乏觀眾緣，真係好傷人。我哋睇《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初心唔就係想俾一班錯過咗青春但仍然熱愛唱歌嘅平凡人一個追夢嘅舞台咩？如果我哋依然用偶像派睇樣睇身形嘅嚴苛標準去量度佢哋，咁呢個節目嘅意義又喺邊度呢？張雨晨最後呼籲外界給予參賽者更多空間和鼓勵，呢句說話真係值得所有網民反思。依家嘅網絡世界太發達，我哋每個人喺鍵盤後面都可以成為樂評人，善意嘅批評，例如討論音準、節拍、情感處理，絕對可以令歌手進步。但如果流於情緒發洩、人身攻擊，甚至用刻薄嘅字眼去否定一個追夢者幾十年嚟嘅努力，呢啲就叫做網絡欺凌。游淑晴企得上中年好聲音4個台，已經需要好大勇氣。張雨晨作為朋友，喺自己大喜日子新歌發佈會上，都不忘為好友發聲，呢份義氣同同理心真係抵讚。希望游淑晴可以好似張雨晨所講咁，專心做好自己，強大自己嘅內心，用下一次更精彩嘅演出去回應所有質疑嘅聲音。總括而言，今次張雨晨嘅屯門新歌發佈會真係資訊量極大，由自己狂做 sit up 減肥展現毅力，到破格構思盲盒 MV 展覽回饋粉絲，再到霸氣護航力撐游淑晴，我哋睇到一個不單止對自己有要求，識得痛愛粉絲，仲非常有義氣同溫度嘅張雨晨。好啦，今集嘅娛樂快訊去到尾聲，大家對於張雨晨今次搞嘅盲盒展覽有咩睇法？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踴躍討論，分享你哋嘅諗法。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小鈴鐺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最新娛樂快訊。下條片再見，拜拜。